宜湾陈一丁表示，市府对2016年推出赤坎文化园区再造历史现场计划以后，不过随着工程挖到大量遗骨，文史团体呼吁现地保留或者是重现，工程因此停顿。市府甚至关于无去博物馆、遗骨会添等等。宜湾反映地方感觉可惜的心声，要求文化局针对去博物馆的部分慎重考量。赤坎曙光计划哦，那现在大家担心吼，就是现在好像看起来花了这么多钱，然后花了那么多的时间，好像现在的结果就是确定就是不盖这个博物馆哦，然后就是好像花了这些时间跟这些钱，然后就是变成多了一个新的学校跟地下停车场，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切如洗哦。那这样子让地方觉得有点可惜耶，到底我们博物馆这个部分就是确定没了。议员报告哈，整个赤坎曙光的计划，其实除了您刚刚所提的部分，其实还包括广安宫、城市新住宅，包括巷弄的部分，这个都是哈。OK。那你关心的这个博物馆的这个部分呢哈，其实它未来还是有机会可以做新建的，尤其在我们这一次整个地下的遗构都做了完整的调查之后，其实未来你要盖博物馆的时候，其实在整个工程的进度上就能够很清楚的掌握住。该赤坎文化园区的计划卡在地下古迹开5档的时间，最后也是回到原点。所以地方也是希望文化局参考国外成功的案例，找出兴建博物馆甲保留遗构之间的平衡点，唔通放弃去博物馆的计划。台湾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。